教會地點嘅遺址位於現今土耳其西部。2025年10月，我好開心可以去到七教會遺址，影咗好多相同埋片。喺第一同埋第二集，我帶咗大家去老底嘉同埋以弗所遺址。喺第三集，我會帶大家去撒狄遺址。呢度係撒狄遺址嘅入口同埋售票處，票價係3歐元。喺七教會遺址裏邊都屬於好抵。售票處旁邊有一間提供撒狄遺址資訊嘅中心，亦有一間冇開嘅 coffee shop。呢度嘅設施好簡陋，冇入閘機，遊客可以自由出入。售票處亦都竟然唔收信用卡，只係收現金。記得我哋買飛嗰陣時候咧，見到有個遊客佢冇現金，見佢都好苦惱。撒狄嘅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青銅時代晚期，即係公元前1400年，直至到公元7世紀先至沒落。呢度係撒狄嘅地圖，我哋而家喺呢個遺址就係呢一部分。喺公元前6、7世紀，撒狄係呂底亞王國嘅首都，被認為係西方最早鑄造硬幣嘅地方，以佢嘅財富同埋軍事防禦能力著名。撒狄位於一條天然嘅通道上邊，連接埃及海沿岸同埋小亞細亞中部，地理位置好優越。遺址裏邊嘅遺跡多數屬於羅馬同埋拜占庭時期，估計係公元1至6世紀左右。佢主要分開3部分：浴場體育館、猶太會堂同埋拜占庭商店。呢個係浴場體育館嘅後邊，呢度有2塊刻有希臘文嘅大理石碑，記錄咗羅馬官員或者富商資助建築嘅公告。經過咗呢堆圍牆，就可以睇到撒狄最壯觀嘅地標——浴場體育館建築群。呢一座宏偉嘅浴場體育建築群係撒狄遺址裏邊最具代表性嘅古蹟，屬於帝國式嘅浴場，係羅馬建築工程同埋希臘社交文化嘅結合之作。整個建築群面積約23000平方米，相等於3個標準嘅足球場。原本嘅浴場有2層樓，前邊係華麗嘅大理石庭院。而家我哋睇到嘅立面係1964年至到1973年間，由考古團隊從約800塊碎片中重新修復而成。呢度曾經係祭祀羅馬皇帝嘅地方，而呢個希臘文嘅銘文意思係皇帝最高統治者。呢一個係浴場體育館嘅平面圖，中間係大理石庭院，後邊係浴場，前邊係露天體育館。大理石庭院嘅後面係浴場嘅遺址。由一系列巨大嘅拱頂大廳組成，提供熱水、溫水同埋冷水浴場。羅馬嘅浴場文化唔單止係沖涼，而係一種結合社交、運動、休閒嘅公共生活模式。大型嘅浴場唔單止有冷溫熱浴區，仲有唔同嘅配套，好似健身房、圖書館、商店、餐廳，就好似一座城市綜合中心咁樣。如果而家有一座咁多姿多彩嘅中心，我諗我都想去下。大理石庭院前方係巨大嘅露天體育館，用作體育訓練同埋運動比賽，周圍亦都環繞住精美嘅柱廊。羅馬浴場同埋體育館文化往往都係連埋一齊，因為羅馬人好重視先運動後洗浴嘅生活方式。喺浴
場體育館建築群嘅東南方，係撒狄遺址嘅猶太會堂，係古代繁榮嘅猶太社群活動中心。經過入口睇到會堂嘅前院，四邊有屋頂同埋柱廊，中間部分係露天嘅。喺前院中間嘅大理石噴泉係俾信徒喺祈禱前進行潔淨。呢個噴泉係原件嘅複製品。呢個建築喺1962年被發現，係目前考古出土中規模宏大、保存完整嘅古代猶太會堂之一，亦係七教會遺址裏邊唯一嘅猶太會堂遺跡。猶太會堂係猶太人集體聚會嘅場所，佢哋喺呢度敬拜、祈禱同埋學習律法。佢唔只係宗教場所，亦都係猶太社群嘅公共中心。經過前院進入主廳，左手邊見到華麗嘅大理石裝飾牆面。大理石牌匾上邊發現有多處以希臘文刻上嘅捐贈者姓名，好多捐贈者都持有撒狄公民嘅榮譽銜頭，部分被確認為議會議員或者其他嘅政府官員，反映出會堂組織同埋社群結構。主廳長超過50米，空間足夠容納1000人。巨大嘅石板支撐住高約14米嘅大廳屋頂。呢個係會堂主廳原本嘅構圖，可以睇到佢嘅設計係好華麗。喺前庭嘅兩門之間有2座聖龕，估計係用嚟存放妥拉卷軸，即係猶太人嘅聖經卷軸，係猶太會堂最神聖嘅地方。地面嘅馬賽克呈現出複雜嘅幾何圖案，由一系列地氈式嘅小型圖案所組成，同牆上邊嘅大理石互相呼應。馬賽克地板同埋大理石嘅牆面嘅裝飾係喺唔同嘅時期安裝而成。而家睇到嘅大部分嘅裝飾都係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紀同埋6世紀。主廳中央嘅馬賽克銘文記載咗一位祭司兼智慧導師所贈送嘅禮物，周圍有4個石製嘅基座，估計呢度係神職人員舉行儀式或者宣講嘅高台，又或者係遮蓋喺祭壇或者寶座上邊嘅裝飾縫頂。主廳前方有大理石鋪設嘅弧形牆面同埋長凳，係猶太會堂長老嘅座位。長凳前邊有一張大理石台同埋一對獅子雕像，佢哋嘅年代比呢一座猶太會堂仲要老。張台同埋獅子雕像都係複製品，原件而家收藏喺土耳其嘅馬尼薩博物館。呢一張巨大嘅大理石台係用嚟誦讀從聖龕裏邊攞出嚟嘅妥拉經卷。張台嘅兩腳上邊雕刻咗一隻抓住雷電嘅老鷹。喺古典希臘羅馬嘅神話裏邊，老鷹捉住雷電，象徵住外邦神宙斯嘅權威。喺呂底亞嘅文化裏邊，獅子象徵皇權、力量、守護同埋皇室威嚴。喺猶太會堂裏邊發現呢啲裝置，反映當時嘅猶太社群已經將羅馬帝國嘅文化同埋異教嘅色彩融入咗佢哋當中。散落喺路邊上面嘅巨大大理石石塊，係一座宏偉嘅羅馬拱門剩翻嘅部分。呢一座拱門喺公元7世紀一場大地震裏邊倒塌。拱門闊34米，高約24米，中間嘅開口闊達13米，係羅馬世界已知道最闊嘅拱門。從原圖裏邊，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座拱門比起著名嘅羅馬提圖斯拱門闊得多。喺拱門後邊係宏偉嘅羅馬大道，係通往撒狄嘅重要幹道之一。闊近12米，路面鋪設咗大理石塊。呢
呢度係拜占庭商店遺址，係位於羅馬大道旁邊嘅一排小店。喺昔日嘅羅馬大道兩邊有拱頂有蓋走廊，同埋鋪咗馬賽克嘅行人路，旁邊排列着各式各樣嘅商店，為居民帶來熱鬧繁榮嘅城市生活。從店鋪嘅位置同埋標準嘅規格可以睇到，呢個商店區域係由市政當局興建，再出租俾市民經營。呢個係拜占庭商店嘅平面圖。呢個店鋪裏邊曾經發現大量顏料、染料同埋石灰泥，顯示店主係從事染料或者顏料加工業。店鋪裏邊亦都發現飲用嘅器具同埋罕見嘅青銅加熱水壺，亦有兩隻刻咗雅各呢個名嘅陶罐，以及牆上燭台嘅塗鴉，顯示店主具有猶太身份。呢度曾經發現獅子造型嘅銅製掛燈、陶罐、鐵製工具同埋各種生活用品，顯示呢個單位曾經作為私人住宅，並且有一塊刻有土紋上主幫助嘅石板。浴場旁有兩間商店，估計曾經作為餐廳或者酒館。其中一間商店曾經發掘出餐飲容器、儲存罐、動物骸骨同埋貝殼。店裏邊有寬大嘅窗口傳遞食物，亦有水管同埋水箱作清潔嘅用途。呢個店亦發現刻上十字架同埋基督教名字嘅容器，顯示呢個商店係由基督徒所經營。另外一間商店曾經發掘出煮食爐具同埋餐具。門外有 L 型嘅長凳俾顧客作為座位，店裏邊亦都有一個雙座位嘅廁所。呢個係水管嘅遺跡。呢間商店估計用於製造同埋銷售染料同埋油漆。房間有一個大理石板嘅水箱，上邊刻有兩個大嘅十字架，顯示出店主係基督徒。呢個水箱係由一塊墓碑同埋一塊榮譽石碑重用而建成。雖然當時有物料重用嘅概念，但係用墓碑同埋榮譽石碑去做水箱，真係有啲奇特。店主真係超級環保。喺啟示錄裏邊，耶穌指撒狄教會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耶穌話：我見你嘅行為喺我面前冇一樣係完全嘅。從耶穌所講，撒狄信徒嘅外表似乎有屬靈嘅名聲，但係實際上卻缺乏咗真正嘅生命。撒狄係一個富裕嘅城市，佢擁有完善嘅公共設施同埋繁華嘅商業生活。喺咁樣嘅文化氣氛底下，信徒可能漸漸被世俗價值吸引，失去實質嘅信仰。又或者好似猶太會堂一樣，經年累月，漸漸被周圍嘅文化同埋異教色彩沾染，甚至被同化。然而耶穌提及撒狄教會裏邊仲有幾名係未曾污穢自己嘅衣服，真係好難得。耶穌應許佢哋要穿白衣同主同行，因為佢哋係配得嘅。耶穌提醒撒狄教會回想佢哋喺邊度領受，點樣聽見，又要遵守，並且要悔改。耶穌提醒撒狄嘅信徒要警醒，堅固剩返落嚟將要衰微嘅，並且警告佢哋話耶穌要嚟就好似賊一樣，係唔會預先通知，人係無法預先知道幾時。對於撒狄人嚟講，佢哋聽到警醒一定有好深嘅體會，因為喺歷史上邊，撒狄曾經兩次被敵軍奇襲，分別喺公元前6世紀被波斯，同埋喺公元前214年被塞琉古突襲成功。撒狄坐落喺陡峭嘅山腳下邊，佢嘅衛城位於懸崖峭壁之上，屬於易守難攻。據
據說撒狄2次都係因為過度自信而疏於防備，被敵軍發現隱蔽嘅小路，喺夜間攀爬而上，成功入城，最終導致失守。同樣，信徒亦都唔可以因為外在嘅穩固或者名聲而放鬆警覺，應該要時刻警醒，持守信仰，等候主再來。